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有没有收过邮差寄的包裹给你？没有收过。有收过的举手。有没有收过你的好朋友寄包裹给你？礼物。寄礼物有吗？有。你有收过包裹吗？一定是礼物啊，一定要是礼物。不一定是礼物，但是你有收过你的好朋友寄包裹给你吗？没有。没有。他们不会寄。他们不会寄。有没有寄过卡片、明信片或者写信给你的好朋友？大姐的朋友寄给我。哦，大姐的朋友寄给你。啊，你有写给你的好朋友？写去哪里？写去台湾。哦，我今天要讲一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一个故事哦，而且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不是一个绘本写的故事而已，它叫做凯奇的包裹。事情发生在1945年。1945年发生什么事情？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打仗打完，很多地方都是破破烂烂，尤其是欧洲，在欧洲战场打得很凄惨。所以啊，在荷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镇，然后这个小镇里面有一个叫做凯奇，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凯奇。啊，这个凯奇她很快乐，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二次世界大战打完，所以很多地方都破破烂烂的，也没有吃的东西可以吃。他们缺乏什么？食物，然后缺乏衣服，啊，缺乏洗澡，没办法洗澡。啊，有没有巧克力吃？有没有糖果吃？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刚打完战，所以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缺乏。可能我们当中足侪阿公阿嬷吼，迄阵捌穿过迄个内裤，迄个两只手下中美合作的。我定拢听阮爸安尼讲，但是我毋捌看过。有一天，这个凯奇，对哦，迄是内裤吼，免咱看会到。我被骗了。有一天，这个凯奇突然收到一个邮差寄一个包裹给他，一个小包裹。邮差大喊：“凯奇，凯奇，你有一个包裹从美国寄来的啊？怎么会从美国寄来的？我在美国没有朋友啊。”结果他就拿了这个包裹，把它打开一看，里面有3样东西。第一样有一块肥皂，有一块肥皂。不能吃的。肥皂不能吃哦。哦，还好你妈妈有教你。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糖果被放在一个弹簧，所以它一打开那个盒子，那个糖果就飞起来打到他的脸。哦，你说糖果弹起来是不是？弹起来打到他的脸哦。这个应该是还没发生啊。所以下次我知道，如果你送我礼物，我要小心一点。他打开包裹以后，发现里面有第一个是肥皂，肥皂可以做什么？洗澡哦，这个妈妈最高兴。应该是有啦，他们可能是缺肥皂。哇，这个妈妈就很高兴，哇，我们有肥皂可以用呢。然后第二个，他打开以后，里面发现一个什么？袜子。哦，他就把这个袜子送给了这个邮差先生，因为那个时候啊，刚打完仗，袜子很缺乏，而且欧洲冬天很冷，所以这个邮差看到说，哇，有一双袜子，真的是太棒了。然后第3样，他打开以后发现盒子里面有什么？巧克力。哇，好棒哦！太久没有吃过巧克力了。生食就无够啊，较有通晒干哦，米就无人食，是要哪有巧克力人食？哦，所以他们看到巧克力分着吃，好想念的味道。哇，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然后他们在那边里面看了一下，哇，原来是一个美国寄来的包裹，一个叫什么名字？叫罗西。哦，他写，亲爱的，乔罗西，对，罗西，亲爱的荷兰朋友。希望这些礼物能让你们的日子变得更有光彩。你美国的朋友乔罗西。
原来这个罗西其实他并不认识这个凯奇，他并不认识这个凯奇，他是透过美国儿童救助协会寄出这个包裹，只不过这个包裹刚好让这个凯奇收到，所以呢，这个凯奇的爸爸知道以后，他们非常的高兴，所以他也给他写了另外一封信说，谢谢你寄来的肥皂、袜子还有巧克力，荷兰这个镇子都买不到糖，所以甜的东西特别珍贵。我妈妈和邮差也好喜欢。他给他署名，你荷兰的朋友谁？史凯奇。他就把这封信寄回去了，然后他们继续过他们的日子。再来是要夏天到了，所以他们要开始收成。当他们开始收成橄榄菜，收成很多的蔬菜跟茎类的马铃薯，他们很高兴。但是虽然手里收成的是蔬菜，可是心里面想的是要吃什么？肉，因为非常的缺乏，他们想要吃肉，他们想要吃面包，它需要有面粉，它需要有肉去做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有一天早上，当他们继续在耕种、在做事情的时候，又有包裹来了。这次邮差送了一个比之前还要大的包裹来哦！哇，这个包裹一来，他大叫：“凯奇，又有一个美国寄来的包裹！”哇，这下子变成大新闻了。所以他就把包裹打开，看到里面有一封信，写什么？亲爱的凯奇，没有糖，哎呀，真是太可怕了啊！对小孩子来讲，没有糖真的是太可怕了。我和妈妈寄了一些给你，也一些给邮差先生，你的朋友罗西。哇，所以他们就这次寄了许多的糖来，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糖分给邻居，分给隔壁的蓝先生，分给其他一样跟他们一样很久没有吃到糖的人。所以他们有这个糖可以当做调味料，可以当做一个佐料，能够入菜，能够做点心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就有许多的笑容。当他开始要回信的时候，凯奇要回信，他说：“好多糖，我该怎么感谢你呢？我把这些糖分一些给隔壁的蓝先生和蓝太太，他们有5个小孩，都瘦得像皮包骨。来，我检查看看，这边谁瘦得像皮包骨？最瘦的是谁？伊恩。伊恩。那是 Abigail。是。还是0.3。Abigail。不是。好，不是，应该是凯奇因为荷兰的食物很少，大家都吃不饱。你们的礼物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所以他又回了一封信，感谢这个罗西，因为他寄来的糖给他们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的感受。哇，要太多了。又过了几个星期，秋天到了，大家开始在预备，天气变得又阴又雨，跟我们现在好像差不多。然后他们收割了最后一批的甘蓝菜跟马铃薯，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像样的衣服跟食物可以过冬，所以他们彼此问说该怎么办？我想可能我们在现在的小朋友都比较幸福，比较难感受到说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怎么过冬的那种感受，尤其是加拿大又比台湾更冷，这边会零下，所以会冻死人。但是当他们在担心的时候，突然这个邮差出现了，他抱了一箱更大箱的包裹，他把这个包裹摇摇晃晃的拿出来，它大到放不进他的脚踏车，所以他是谁寄来的包裹？罗西寄来的包裹。哇！当这个邮差拿着包裹要到凯奇家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大家都在看这次的包裹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猜猜看，小朋友，里面有什么东西？衣服。巧克力，然后糖果。巧克力还有糖果。还有
食物，食物哦，还有呢？靴子，鞋子哦，我看看，肉，你想的都是吃的，不错，我喜欢。好，所以他们在那边打开了这个包裹以后，真的就像刚刚我们这里的小朋友讲的哦，他们拿到了很多的衣服，什么刚刚讲的肉，食物，奶粉。鞋子，哇，这都是他们需要的。它里面有奶粉，它里面有肉的罐头，它里面有很多他们需要冬天过冬所用的东西。还有外套吗？啊？有外套吗？有外套吗？我看看呢，好像有呢，看起来好像有哦。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不可以？我知道你外套很多，阿文可以跟你借几件外套寄过去吗？不行。当这个罗西他要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邻居知道了，所以把他们所有的东西也一起都塞进这个箱子，要这个罗西寄给这个凯奇。哇，这个凯奇打开包裹的时候，家里就好像办一个嘉年华的 party 一样，大家非常高兴来到这边看能不能有东西可以拿，大家一起分享，并且在分享的当中一直讲上帝祝福。我想这就是这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啊，这个凯奇又寄了一封信去给这个罗西说，你的包裹在奥斯特这个地方根本就是引起一阵骚动，因为大家都期待这个礼物，大家都期待这样的东西，就好像在开派对、在开 party 一样。虽然啊，大家的东西不够，或者是冬天快要到了，但是却因你们所寄的这个包裹，让人的心重新温暖了起来。就这样，在这个村庄里面，大家省吃俭用，然后要准备过冬。但是啊，够不够吃？不够。不够，为什么？因为太多人了。太多人了，食物太少了。你家东西够不够吃？够哦。我们可不可以去你家吃？不行。不行。是我们可以去你会去我家？哇，这两个根本就是唱双簧的。当他们在冬天期待着不知道要怎么过冬的时候，突然之间，有更多的人带了更多的雪橇装在不是雪橇，包裹装在雪橇上面就带过来了，更多的包裹一直送过来。结果所有的居民都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包裹，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哇，这么多啊！凯奇差点喘不过气来。不止呢，这个邮差讲还有更多呢。你看后面还有更多的包裹呢。大家都在那个地方看到包裹一箱一箱的来，并且一起能够分享那个包裹里面的东西，高不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有食物，有袜子，有衣服，有糖果，有巧克力。你总是记得糖果，太好了。有鞋子，哇，有这些东西，还有手套，哇，还有肥皂、巧克力，还有很多的罐头，所以他们就有肉可以吃了。亲爱的凯奇，你一定不相信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从美国寄东西来的罗西，他跟凯奇写的这封信说，当人家我的邻居知道你们在那边东西不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急着开始要做很多的事情，包括学校要募捐，包括邻居要去筹那些罐头，希望有更多的东西能够寄到你们的手上。当我们这边看到你们那边有缺乏，而且没有东西可以过冬的时候，有更多的人被激起了他们的爱心，愿意在这个冬天将东西从美国分享到欧洲去。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因为大家在那个地方，感人的不只是他拿到一双手套，拿到一个巧克力，或者是穿了一双袜子，或者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可以拿，有一个肉可以吃。我想他们最高兴的是，因为
有人在地球更远的地方，愿意把一些东西分享给不认识的人。小朋友，你们也愿意这样做吗？愿意吗？愿意分享你的东西给陌生人的，请举手。这里有几手，糖果啊，跟鼓掌一下。哦，至少还有一个愿意分享糖果的。整个冬天，包裹不断的从美国寄去到欧洲，这些包裹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让人的心温暖。但是这样所做的事情，也让凯奇跟罗西一直在联络，一直在写信。这两个人真的存在，这不是一个绘本的故事而已，这是一个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生真实的故事。他在遥远的地方将东西分享给不一样的人。也许有一天，小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是不是也愿意分享？分享给谁呢？分享给不认识的人，分享给牧师好不好？愿意分享给牧师的举手。下次不要问这种问题。好，那下次我跟你分享糖果好不好？我分享给你，好不好？好。那下次你分享巧克力给牧师好不好？好。啊，变这么小声哦。好，那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分享东西。贵重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分享的心意才是最温暖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有自信。好，谢谢大家愿意分享。好，请回。